Hello，又係我肥魚啊！成日講話啲地產佬啊，淨係識得講錢啊，冇嚟格調啊！今日咧就帶大家有啲格調下，嚟一間位於媽閣嘅咖啡室，幾正㗎！到啦！老細用簡約嘅白色去打造佢小小嘅咖啡空間，你唔好企佢地方細細啊！佢一平面建築面積都有成415尺㗎。佢哋唔單止提供精品咖啡，仲有一個小小嘅廚房，提供意粉啊、三文治啊等各種簡餐。佢哋嘅窗都係用大面積設計，完美地將室外嘅自然光帶入室內。呢個 coffee shop 咧一共有3層，建築面積一共有970尺。沿住呢條精緻又寬落嘅樓梯上到2樓，進入佢哋舒適嘅悠閒空間。我中意喺呢度同朋友聽下 jazz， 分享下最近睇過嘅電影嘅感覺。其實我都會有迷失嘅時候，我會嚟呢度飲一杯 Ice Americano， 俾自己透下氣，望下呢度嘅夕陽，去重新感悟自己嘅人生。我幾時會迷失？冇錢咪迷失咯。而家呢度嘅業主都好迷失啊！呢度離媽閣廟只係1分鐘路程。附近又係文青小店嘅聚集地。疫情前收開38000蚊租，疫情期間減咗落嚟，收緊2萬幾蚊。但係租客交租非常準時，真係難能可貴㗎。業主現在非常迷失，想尋找新嘅人生方向。咁大家俾啲指引佢啦。佢無論幾咁艱辛，佢都樂意接受㗎。咩叫艱辛？減價咪艱辛咯。大家無論有咩想法，唔好客氣，即管同我講，我會盡量令到佢接受呢個艱辛嘅抉擇。人生嘅驚喜就好似按摩咁，你永遠唔知道入嚟嘅技師係豬扒定係美女，即管搵我試下啦。